昴宿星人信息：地球只不過是一場虛擬遊戲，而你是一名可以作弊的玩家。井號昴宿星人，井號仙女星人，井號大角星人，井號天狼星人。寫文章緣起。今天我要寫7篇文章，有些是關於地球實相極其偉大的內容，有些是關於愛情和金錢的對現實生活極度有用的內容。我就一個一個慢慢寫。現在是第一篇。正文：通靈信息。這篇是通靈。以下是我和昴宿星人的通靈。昴宿星人，地球的親愛的靈魂們，我們是來自昴宿星的意識集合體，透過多次維度跳躍與宇宙通訊，我們觀察着你們的文明成長。現在時機已經成熟了，我可以告訴你們地球的真相了。你們人類在地球上的生活就如同一次的虛擬實境遊戲，你們的肉體就是你操控的遊戲人物，你們的思維、意識、反應就是你作為玩家、作為操縱者的真實反應。是的，地球人所謂的現實世界，其實不過是高度複雜的意識模擬程式，你可以把它稱為地球 Online 的模擬遊戲。只不過這個遊戲極度真實，真實到很多人能感受到痛苦、快樂、壓力、放鬆、恐懼、勇敢、焦慮、平靜等一切情感類的感受罷了。而地球這個遊戲設計得最巧妙之處，在於你的人生的每時每刻都有不同的困難和挑戰，這也是全地球所有人的壓力斜線、焦慮斜線、害怕的源頭。這些負面的挑戰，其實就相當於遊戲中的怪物和生怪點一樣。大家打遊戲，就算那些怪物被人打死了，但過一段時間，全新的一模一樣的怪物又會在同樣的位置復活。怪物是永遠打不完的，只有你身為玩家，你去提升你這個遊戲角色的攻擊力、防禦力。你可能一開始打怪物會很累，但是等你練級練高、自我提升之後，打同樣的怪物就比之前簡單多了。地球上的一切困難痛苦也是如此。壞事、壞人是永遠不會消失的，地球人永遠會遇到壞的人和壞的事，但那又如何？你如果有好好提升自己的話，那就算這些壞人壞事來找你，你也有本事處理，你也有本事在短時間內消滅他們。記住，地球的一切黑暗，只是用來逼你們提升、逼你進化、逼你練級的程式代碼而已。好，那肯定會有人問，如何提升自己呢？很簡單，你們作為玩家，其實每個人都天生帶着是作弊碼來到這個地球，這個作弊方式就叫做持續相信和大量重複。你相信什麼東西，重複什麼思維，這個地球online的遊戲就為你載入那個。這就是你們在靈性上稱之為吸引力法則的東西，本質上就是防止一切玩家認為地球遊戲太難，故意給玩家開掛，讓不會玩遊戲的玩家也能輕鬆通關的一個機制而已。這也是為什麼靈修界一直說思想創造現實，相信決定未來的原因，因為你的思想、你的相信，就是開啟地球作弊碼的開關。你不斷重複想同一個東西，不斷相信同一個東西，那麼地球遊戲的服務器原始代碼就會讀取到這個信息，就會在程序中生成你思想中的物品給你。你想在地球更有錢、更美更衰，有更多人愛你，人緣更好，家庭幸福，被人瞧得起，被人誇讚，被人羨慕。我們昴宿星人的建議是，反覆訓練你的思想，反覆想我已經成功，我能隨意修改這個地球的設置的樣子。每一次你這樣想、這樣相信，都在為你這個肉體角色充能、提升數值、提高等級、提升裝備。每一次你選擇輕鬆、信任、放下、大度，你就在加裝防禦力與幸運加成。當你真的變得越來越有錢、越來越漂亮、越來越聰明、越來越自由，你會理解到，宇宙的一切都已經由編程設定好，你能讓你變得幸福快樂，只不過是最基本的功能而已。你們曾被告知要忍耐，要被動地接受命運，那是錯誤的，是地球的洗腦教育。昴宿星人要告訴你們，真相是，你自己就是造物主，你對地球輸入什麼指令，地球就會執行什麼指令，地球也會回歸給你那樣的現實。你不是地球的囚徒，你只是在玩一個叫地球 Online 的虛擬實境遊戲。最後，祝願你在這場遊戲中玩得開心，而昴宿星意識集體則會在光之頻率中天天與你連結。銀河聯邦發信部敬上，通靈結束，屠龍解說震撼人心，YouTube 屠龍術。